这是的嘞。各位学生啊，对不起嘞，吉祥如意。我给大家不做错啦，中午时间给人。那现在要向各位同学讲一个故事。你中的我们也是希望他给专注给人啦送有的东西嘞。这个故事是往期佛子吉天菩萨在《若菩萨行论》里面讲到的一个故事。因那你还是讲的多，这个背的50多娘的个弄啦送有的。那边去大理。但是依照天国的说法，他记得说这个故事有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直接由佛陀所说。大体中的这个是呢。也不谢说，我们听不进这种可能性。纠正性越强，压力越大。所以人家就讲的人压力比较大，翻的人比较压力。不会。重的那了，大概的送有的是呢，那么啦，讲错个那啦，日本去了的。很久以前呢，在大海里面有一只乌龟。但是日本的，你们大把过来讲的都有的是。那这只乌龟呢，每天都在转圈圈，绕圈圈。对，你看呀，这可能没人找干要嘛的是，没人找过来的，没人找干要嘛。但是他没有任何要前往的目标。干的是啦，可错了个的了，你怕点错了点你罗嘛，都可能找3年找干的要嘛。他只是顺着那个海浪、波浪而前进啊，没有他不是用他智力去前往一个地方。也那样，因为可能啦，就当给他这个搞着也那个，只是那他可能等下这个冷着我这个，那说叫上着温度上呢，只是那个点怕热是吧？但是如果有时候他突然有这个机会来进考的话呢，他就可能看到一个小岛发现我想要休息一下，他可能就往这边前进。也那样，就580了是吧？其实很可惜的，就是就580了，可能他没得关系。但是可惜的是他没有引进。现在看来这可能你怕从那当东你怕路从路搞是，可能的人都3去也那样，两个的人都不买的是，可呀这冷着我是吧？也那个的人都不买的。所以他在到处这样子东游西游的时候，就算他有一个想要到达的一个小岛，他也没办法到这个地方，他没有引进。现在大概蛮特别的人都有的啥，蛮特别的过来讲的都有。他就是不停的这样子绕圈圈继续。